VEC 香港獸醫急症中心位於堅尼地城。我哋成立嘅初心係致力為小動物提供更可靠有精準嘅寵物醫療體系。近年 VEC 不斷擴展，醫療技術同設備都與時並進。我哋引入 CT 電腦掃描，為小動物提供精準嘅診斷，而微創手術可以令到佢哋迅速康復，減低痛楚。VEC 提供24小時急症同埋留院服務，無論惡劣嘅天氣或者假期，專業嘅醫護人員都會24小時緊守崗位，為患病嘅小動物分流，爭取時間，提供合適嘅治療，例如輸血或者緊急手術。每日我哋都會同留院動物嘅主人緊密聯繫，令主人清楚了解寵物嘅住院狀況。I'm Dr. Hannah, lead veterinarian of VEC. Each day, our team manages a variety of surgical cases, from orthopaedic and soft tissue operations to minimally invasive procedures and endoscopy, ensuring every small animal receives precise care and reduced discomfort. 同時，我哋提供多元化嘅門診服務，包括健康檢查、絕育、牙齒保健、老年貓狗保健計劃、慢性疾病管理、針灸、MLS 雷射治療以及內科專科服務等等，務求提供全方位嘅醫療服務。行動不便或足不出戶嘅小動物，我哋可以安排上門診症，令佢哋喺熟悉嘅環境入面接受治療，減少壓力，提升舒適度。而家除咗日間獸醫上門之外，仲加設咗夜間獸醫上門嘅服務，以提供更多時間俾主人選擇。我哋相信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全心守護，而呢個亦都係 VEC 醫療團隊嘅使命。